志杰。高翔 ，Number 1， 我们请球员先。 我觉得今天来这边，有点不像客场啦，因为大家也知道，我们出场的时候，包含志杰啊、舅啊，球迷也是蛮支持我们的，这一点也蛮感谢的。我们跟梦想家的比赛，有满场的球迷进来帮我们加油。那我觉得，其实我们两队的对战，我相信已经不只是攸关胜负而已，而是怎么样可以把球迷再打回来。那这已经一直是我们两队在做的事情。梦想家那边也有很多之前国家队的合法，然后看你赛前或者是赛前，其实有很多对话关于场上对话，可以讲一下，就这场所谓的台湾内战，你们跟梦想家之间，还有你跟那些老战友之间彼此。我觉得一直以来就很熟悉吧。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去刻意就是要怎么样去呈现嘛，就是因为互相都蛮熟悉的，不管在球场上或者是在球场外，其实大家都还蛮了解，就是互相对。其实，在彰化来这边，其实打了好几次比赛嘛，对啊，所以其实没有去想说是主客场嘛，我觉得就是对待就是每一场比赛，对啊，就是执行好球队想要比赛的内容跟执行嘛。